专辑。哎呀，那么多好朋友来这边，非常感谢你抽空来，因为你们还没有听过我的歌啊，你们很自动的来了。其实你们听过以后啊，一定会高兴，因为很不一样的一次音乐制作。我用了4个制作人，都是有音乐的高手，所以我不得不把它做好。今天呢，我现在要开始唱的这一首歌曲，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专辑的主要原因，也是因为这一首歌。因为这首歌呢，一直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想要告诉朋友说，因为我以前常常住院，常常出车祸，常常住院拉肚子什么的啊。到了医院住院的时候，我才想到，哎呀，我应该要告诉朋友的，所以我就做了这一首歌。我也不啊。